超简单面油 bagel 这个中筋面粉，然后呢那个酵母，还有盐巴。我是用神仙斑嚼一下，你们用手咁樣找這樣呢都 OK 啊。然後最後材料，這個水呢要微溫嘅。就是個材料係橄欖油都沒有啊，現在呢把它攪勻就 OK。攪到咁樣搞不動啊，要用手啊。係不需要油啊，把它捏成一嚿咁樣呢就 OK。麵粉都有絲帶水咁樣呢，美麵煎啊一劈咁樣很稠呢，就夠啊，不用油啊。攞個靚啲咁樣吸住發酵1個小時。嗱，現在過了1個小時咧，應該長大了一杯咁樣嘅。很簡單，拿碗水咁樣濕一濕，然後咧把外面咧撳進中間咁樣，那個煲咧一直轉，一直咁樣撳落中間。嗱，係啊，撳到咁樣全部都喺中間咧，都整嘅咁樣反轉。嗱，現在咁樣咧也是稠稠的，正常啊，繼續咁樣蓋住。嗱，現在咧就是重複一模一樣啊，1個小時一杯大發酵，然後咧就但是你做第二次咧，記得把那個靚表面咧先反轉再整，然後再反過來，然後就把它包好，懟入冰箱放一晚啦，12個小時11個小時。還有冬天跟夏天咧，那個做法會有啲分別啊，你們自己看下面食譜。隔天咧提前1-2個小時冰箱拿出來啊，讓它變軟一點，麵粉把它分成6份。係啦，咁樣稍微壓餅，然後咧把旁邊咁樣咧捏去中間，咁樣帶去中間。咁樣咧已經有點像捲形啦，然後這個是底啊嘛，咁樣反過來，撳實咁樣搓，稍微整一點咁樣，完美完成啊！你睇多光滑啊！現在咧有保鮮紙包住，等30分鐘啊！攞個烤盤鋪張紙，然後沈訂麵粉。陣先很簡單，麵團沈訂麵粉，手也弄一點啦。咁樣手指咧插到最底下，然後咧咁樣拿起來，有個洞咁啊，對唔對啊？咁樣然後咁樣，亦可以咁樣轉一個圈，後來稍微整靚仔，它的形狀咁樣翻上去就搞掂啦。最後發酵蓋住等30分鐘，烤箱要230，係啊，開風扇，氣炸鍋溫度我寫在上面。即係bagel咧咁樣搭一點點鬆弛就 OK 啊，不用花刀很大，不是麵包咁樣咧，完美啊！這裡有些黑白芝麻加一點點粗鹽巴，水滾加蜂蜜。咁咧 bagel咧，現在稍微把它弄大一點個窿，可以直接丟下去。沒綁住30秒啊！然後你們自己喜歡呢，怎麼弄啊？小心椰啊！然後放回去就 OK 啊！你睇煮完很圓啊，漂亮漂亮。點烤箱中間那個先20分鐘啊！烤箱不夠大，還沒烤就先放冰箱停止發酵。每個烤箱溫度都差很遠啊，你們自己調整啊。總之烤到深咖啡色，然後呢就中途呢翻它一下。自己看多完美，聽一下爆脆。中間咁樣嘅很煙韌啊。很好